周文炳替主子三王500两银子东的9倍女子，你想要本来以为的是妇女力量，请是妇人来背，绑到清流的美哈，最贵在5对背，因为有500两上地的了，是不是清流的出身重量？在5对王盖里面，这里手掌大背，耳朵上向还要打一副球，哎呦，这副球打上去痛是痛的嘞，女人来做的。挨个，哎，周文炳啊，你引去挨个，哎，现在做主赛上当了，谁上那个副球上向，非要是做主赛要上那个当，而且得在高上向去扣灯，害人，你当着王然花上当个，再上那个副球的当上向，现在挨个，那么面部已经实际在身上向无衣裳。你想要拿衣裳脱下来嘛？脱得上肉一件糯米呀方式不脱了。说起嘛，因为天冷，让5对王给你脱衣裳也不大便当，所以一件糯米呀你不换了。糯米呀外头再一件女斗衫，再是女斗衫外头的棉呀外头一件皮毛夹。那么裤子不脱了。拿点紫花布裤子，马正外头再摘一摘，再有拿点紫花布的裙，夯不啷当，马正身上向子来说一说，这个样子呢，一个香屋娘娘的大背已经实际在。那么我要我字要手写脚，哎呦，周文炳想也是啊，我要手写脚了，学了马得来特，那么手脚到也上去。那么个说好字做上去，那么说好字哪办法？周文炳嘛，都教，我对们先教，不是俺说好字了，不要紧。中门上像个古高屋了，清理我的人的纪念个上教了，不得不写是一上不来教。那么我的做还一双好字，预备把它纪念做。现在拿出来，米下要拿我的做一做。周文炳拿上儿子根治，还不容易等到8上嘛，还就给脚趾头硬劲到了背住来，等到身体慢慢讲，灵什么只听见有根头，也是啊，有的已经花脱个人样，背要花脱的可以，不花脱是随便拿找到哪个，哎呦，痛得来挨个，但没喊我的在市里面，喂，你说呀。那来镜子里向摘哭，哦，周文炳，这声听动静里向了老妈，我咋直话？就是自个个张面孔白子个女啦，男人的影子一直在我认不得，我打弄不动呀，是妙啊！
啥时的想给啊？知州如此，我要去了。他给来去吧。哎，啊哼！哎呀，你去哪里干？说那辈子女了，看不得读书不是好好不人高官，你记得辈子女嘛，要和女相的。哦。哎，那头巾嘛也稍微挨得厚点，喉咙嘛也比得尖点。那么头嘛也顺着干点，因为个男人高子喉咙头有一粒糖菜的刺激，所以两个手嘛要当西洋皮肉。那么前脚追出去嘛，右脚脚尖对了，前脚脚跟回来。哦哟，做女人干妹妹的，头嘛要顺大点，头巾嘛要矮了矮，喉咙嘛要比得尖点。两个手嘛要打起子西洋皮肉，前脚出去，后脚的脚尖要对了前脚的脚跟，两个蛮好好看，不知阿是样的。啊，丫头，你看可呀！哎呀呀，你说呀，你是你想给？哎呀，你说呀，你差了不对。那女人告诉你哈，哗像男人的像身教你不能先搞，不能先搞。在了。现在答应的应，就忘记的姑姑人，王小日小有的下来了。等到你想要追，清理下头房间里向拿你想要脱下来的衣裳，从头浪再叫他们打下一个办公。说起想要的衣裳放了下头房间里不当温便。所以拿把衣裳嘛，在烂套套流浪去，干不了烂套套，清理下头忙着烂套套流浪下去。我觉着那个下头啊，真叫魔芋胖。为什么粪便来在前头？粪便出自下头的房间上还盖。现在我偏做姿势了，慢慢讲。我先去骗个娘，试个娘，看我看得出，看不出，因为上手还是背着女的骗娘的嘞。所以你想要当起这个西洋皮肉嘛，忙着来套房厅而来，摆到房厅腹肌跟手嘛，流浪向套身不被视线下头，视线下头一看嘛，哎呀呀，小娘娘，我认得你个哇！哎呀，居然盯一天发孩子，已经不能把人家认出来的哇！这一次呀，奶奶姐，是不是认得了？真是少年，两个来试试看啊！丫头，你婶婶的呀？你是我？那么我是哪一个啊？你是啥人啊？妹妹讲，两个来想啊！也想不来。我看来嘛，面孔没是干的，眼神没是干的，都叫。我想在随着你给他玉门对过，队伍的那个人后头叫对，没对，上去了一个男人背这个女人是好理不的这样，哎呀，后头叫人已经高个这位，什么子？女人刚刚背了个金刚头子，这个你搞了小兰花，我晓得个。那你搞了给他脖子们啊，草民出浪，对。没对，小姐妹啊，为什么你跟着我呀？些地旁头做知识了，半夜还要问了的。那么我要说句话，那么我这个句话了，前头说东，后头也说西了，自家要弄错班的。
你是他一讲呢，有个一派不会错的噻。哎哦，哎呀，我不想，你给他就说不来啦。来的呀。哎呀，他人家家里让千几呢。哎，你等一下，我去禀白太。对，回到里向禀太太。丫头好事，哎呀，太太，那个新郎人来着，去丫头，也是光50%为新郎人了。哪一个家？不是个人呀，你们这个队伍的那个人，后头家来着呀。好的，他来了，意思呀，哎呀，真是我的心上人喂。然后来他有新郎人的呢，是不是他自个养个小小，分家来都是的。那么本人搞农了，特别来的欢喜。这个活动叫么的确是于门对过于这个一个人的。那么已经在他流浪来不想，哎，那么他们真正当里农这个看待的呀。进家来门家来得了也好，但有时呢他得到消息，他还活动叫一吃高菜。那么来他呢，就会去一本正经毛子的天王啊，所以到活动教室，说活动啊，这个你们要吃高菜，我们来他一点的心意啊，毛汉的天王，各推你们随便啥辰光来拿得起啊。哎，小太太，小么小该从此一去而不来。那么来太太心里想，我是各种这样，我一本正经毛孩子的天王，叫你来拿，看我福气，好大没良心，好大没良心。一见到老师个糊涂叫不良心，实在糊涂叫为啥不来拿呢？哎呀，糊涂说想，我是队伍里的奴呀。脑子呢，他的礼物是，哎呦，我这个心，这个家人还为得亲你，而是呢，想我快配用人家，所以糊涂叫一去而不来。现在听见糊涂叫来，在的确是心上人，明他来见我，哎，什么？喂，糊涂叫，他们呢，来了呀！哎哦。上来，实在不毛听。说是跪下，蔡夫人在上，好大气蔡夫人。立刻4个来着的。哦，哎呀，你可得吃肚子，我哪可4个人呢？实在追问病意思给。娘，我们儿子现在娘个开心，请了一个谁叫谁给费事，4个对4个字啊！哎呀，好的，不给亲戚。恭喜蔡夫人，一把手了。蔡夫人身上那有很大的收获呀！哎呀，须得可他一把。恭喜蔡夫人。你看呀，带去告诉男人在随便说东归居在受为受想，本来是哎呦，带个王天郎来不想去征服的破带个头发鲜艳的了，现在东归居在，好的，你真没良心，出这个美丽呀！第一句谁本娘是个没良心，少个往想没良心啊！蔡夫人真是好大没良心啊！哪一时我没了世世天王叫你来哪去？哪里这些你一去而不来，不来哪去嘛？看我不起啊，岂不是没良心？哎哦，好大没佛呀！去的可他妹妹的来哪去啊？好的，你吃脚吗？吃脚在什么地方啊？大子能为彩铃称上。那么夫妇家嘛，做好生理呀。做啥个生意家？想不知道，队伍里的人，搞不了队伍里做生意没老大子喂。
意思不也？哦，豆腐店的农搞的豆腐店的是幸福，但没还做生活，比当了要熟悉个样。好的，你夫家们真心啊！如果男人心小姐，哪里一个男人也侬呢？你想自家嘛，自家讲不了，自家嘛拉得走啊！太夫人，夫家嘛乃是心真。哎呀呀，千姐了，我与你在这500年里同一家。是啊，太夫人乃是大罪，夫大乃是小罪。那个人们都客气的，追了一样的秋节追，又用不上大追了小追，实在来套套，你不晓得你想要个意思。追不比少见大追小追，像你娘不是大追，养上我个小追，这个是大追小追，好不啦？你当就公布嘛，可是秀啊！像我爷娘生气没哈？当然公布嘛，生气的。还给门前都如何做应啊？公布上前，那么你丈夫嘛，他可不爱你呀！哎呦，对着娘妈妈，这种闲话也问的，再问下去是还在大肚的吧？太夫人啊，像这种事情嘛，难以为人的呀，不讲了，不讲了。哎呀呀，怕水了，怕那为人在，好不啦？今日里你带我家中，我太夫人有几句不中听的话儿啊，你也来谨记啊！这种啥个闲话呢？你娘呀！娘讲的闲话们，三中听的，请太夫人宣讲。哎呀呀，好大啊！送来后代是归门，死得谁送来知当地翁公是先生公娘先说莫相夫妻下见士兵客后期门等私家当起所以宾客的亲生时下你莫相我一份女意将你寻开人上去老李亲你不也懂了啊？这人兵一口不从话错不都在，为啥么做吃这个店里了，他们看不懂，爱妻子也要把动力的，话的娘到这吧，是眼睛里起身来，太
夫人，后大也该死哎，了。谁记得来后故匆匆也去？今天为什么你不要委屈？对过来此啊，与我同睡啊！哎呦娘，虽是我女子是来养出来的，这女子啊肚子呀，这来娘可能给上上了，不这样抢的。一动南京嘛，第一次啊，太夫人，哎，想趁着后大吃味嘛，哎，那与公娘、小叔、邻居们等一同前往的。哦，许真他们在的为地等位，等会我也回去了。哦，原来下午的顺利的可等不是一高头，啊，不是夫妻两高头，公娘小叔下午的一群一层老人一带出来的，到了外头等，就会进来忙忙我，其实这个嘛，那么我不抢驴子，其实如此了，好不大？你稍待片刻，我去睡了啊。你看嘛，娘要送么子给我子，哎，是不耐猜着，太太在里下难忘，要送点么子不里啊？啥个么子呢？我一块酒头，抽屉拉开来嘛，里下一副一副的石头，金格、银格、翡翠、白玉等等不一。来太太摸一副银石头，说起来那个太太跑的太小了，肌肉也送石头嘛，金格、翡翠、白玉，而且顶顶比较一副银石头，不是来太太跑的小，送么子啦？还要门当户对看人家去，后头叫豆腐店里人搞到豆腐店里做新务，那么豆腐店里生意好嘛，难免。在那地台上想，哎呀，切切子水之锅，哎呀，想帮娃娃豆腐做生意。那么呢，豆腐店里向新妇切出来一副银石头嘛，之前差不多，来叫人讲差了就要往个金石头，想我块配用人讲非为不美，作为一副银石头。另外呢，再找出几把金头了海，大海的小酒头板，太太拎这个酒头板回出来的辰光嘛，就说各位来太太跑头不动的。这个推得来的东张西望，好的，收东西不要见些哪去啊？哪去啊？你说这家这个推得来的呢哈，石头给呢，东西太不是。不也是，前来之人们，把这妖怪们听得，就告诉我叫孩儿分兵记下来嘛，他也嫌弃的啊。这个兵的这娘妈妈，可来不做事了，等到该有的时候去用啊，什么嫌弃啊？还是我会得嫌弃的？这爷爷们，谁在东松的我不会嫌弃，啊，就在水底下，一摸们。一副手头，一部真理呀，身边带一代们，都是太夫人。那么好不到你去年之余嘛，也来的呀，是也来的。哎，你也来的呀，哎也来的。哎呀呀，你也来的呀。回过头来一看嘛，个娘为了让送了，哎呀，自家不来了，来看了，个娘发发的呀。上身重，下身轻，要冲了冲丢来子，可是我被当不起的。快点，让我开车吧。所以马着我的啪抽起，而这个生气嘛，龙吃本来面目，哎，哈哈哈哈哈！啊，母亲，你是黑块文兵败的。哦，一听声音不对了，你这位儿子啊，好像那是我们是分兵啊。真是。刚刚一般没让不你骗得起个的哇！哎呀，你放来这把东西回来我去啊！哎，母亲，哎，你是孩儿相吃嘛？孩儿长不相吃。哎，许着你母亲当相吃起来了，知道的时候相吃嘛，母亲不为了。哎呀，回来我去！哎呀，回来我去！哦，你吃饭这夫妻心都要个开心了，心都两个开心啊！哎呦，我个女的被他想了还哇啊！少年当你8个叫，
少人把你背个把鱼来的清理下头，拿来他当你想要个衣裳拿。哦，你想要个衣裳，那还弄得来得起？这个样，这个多。那么来他心里想蛮明白的，既然你吃了啦，真的不要逢场作戏，心多两个开心。那么哎呀，来他到背面孔，我的孩子来选择一番。别在，你只在这样一告之之，来得心里两个开心嘛，做心的。这个规则清理下头，你现马上去寻追的，寻到这追的嘛，规则你想要屋里向是别是来背女，那么这来朝天也不要紧的。确定哦，高浪向去不到有什么？那么清理下头，两个去寻追的，追问比你想要的林子这个一般么子，哈啦啦啦啦啦啦，一个屁的带来失望。酒店把打开了一口门，一副人坐的，哎，但没还都个装饰品，几波浪向看一看，几波金鱼吹天里向关一关上，一块八个酒店门，哎，分别像新疆的女辈子这样，养不出来个娘都看不出，何况个二五子做主噻，你信哎，问家宝的，哎，现在主噻上子当400-500两银子，你也老个。我也使得你老不走，那么哪不得平居不离，啥个平居嘛，拉起别来，让酒店浪向看，小孩4句一首诗，哎，得把他做主噻看嘛，所以是口臭的平居，这块酒店身边的来看一看哈。从老狮王出来，望正新狮王来，预备轰批之噻，把到狮王将军们老有。这听见做主噻的声音，哈哈哈哈哈！哎呀，你来过啊，来子啊！我当然是不这样改口的吃哦，你来过啊！哎呦，这份本想我知道用马工啊！我们人啊那里改打你哪晓得你？哎呦，哪得这样子？现在我不能进师王，家庭讲我打进师王了，做主噻看是看我不错。那么我看见你的这个强烈了，我们在一起一喝噻，你抓来之后，哎呀，你来过啊，分兵啊，那么我一个不当心，哈哈哈哈，写出来也抽吧。那么哪办法呢？定下来一个人帮忙，当我出征演戏是个上上师，少年当我出征演戏，500人贴身我是追的，所以你想要一个霹雳，哈啦啦啦啦。但追的房间里追的是钱的老缺的，分兵归这里，你现在到书房里，这个都轰批之噻，当我出一个手笔追的一天，一什么？哎，把那做都要去模式啊！追的人来的聪明智刚来的，那么你想要你跟我来啊！追文兵跟着追的到书房门口来，那么追的现在你想去放风。哎呀，怎么样？规则来福建来进来飞进来，来反进来做啥？进来做啥嘛？我来请你想要，请你想要做啥？那我的来个人啊，来个人。少年啊，说对呀，这个少年们这个人啦，人谁还晓得，谁让谁不能晓得啊？说当我有高，至少我不能晓得，因为那张纸了唱不过，哎，不能一晓得我的去一高么真正，搿来唔晓得，所以呢，这个人啦，人谁还晓得，来不能晓得。那么我披上也晓得，我百岁必灭，我的不想来个少等样人。真个没差异，这现在我二了进来个哪子？那么就是要记住你背也晓得嘛，人都讲不来听啊，来让我吃口饭，我的也想不想，我的来一个边边之子像个豆姑娘，像我豆姑娘。哦，许阳人，这都要来挖空的你想要也很玩意，这个下午豆姑娘来不晓得，哎，是你想要我的口袋的那一个人小孩啊！
这为做热容满不见我，别完了，大姑娘来做说，你先要到约翰的今在街上向要为，那么大姑娘们来个在你先要么生来人之幸福上，所以呢，我们那里行你先要。哦，你先要我的口袋的那个蓝香汉，今在身上的门，是要的。下午的姑娘这面孔边之间，这都要来都是这个，你先要自个就编织的嘞，而且大姑娘当然编织的了。那么现在人们来了我的的。下午的省里来6个天天，我对风吹浪打染色的里下有路后交关农业来清理的里下来，我这都要打你带来我不知哪么上当的，你要打你带来呀？那，怎么样？那姑娘你是来门口的，来门口的来说的嘛。来啥？虽然等下，我们这个花仔也吃上子，对不住去对里向一口呢，真不美好。只不过你想了那狗，自家子不弄，时光不在，弄巧海浪，他为不相为。只为夫家一代，见我失望之中，三泪片刻。想只为大义，我与他弥不相识。上一代美女与不为受罪不亲，对我为是委屈大，你可以追走流浪的娘，追得独立做你的流浪娘，你看你就要不会追了还来，大姑娘，哦哟，你妹妹叫追娘，你想要我马上也出来干那么各位衙门的看是外头人。实在不是高人，我不等你交代，不是别人，就是你想要也和朋友，收罪一帮高牛，愚民才子做主赛做头呀！来，是高人啊，来里向来请坐啊！那么遇上上是的，人在里向身体受的都是。那么这个呀，跟来的大姑娘带带啊，人东外头有事体啊，我不等你修你听你们白蛋男友，实在追得真不追了。看个二五子上当节目上回过来一旦失望门口们张了个听，不晓得你讲做主赛来去，二五子晓得这个神农在那听比较，主赛做一个狼子，趁你放旁边们喊一声，大。不晓得你海上阿德了，我这个朋友听不着了，你忘记他个了，他还答应你啊，但不少靠几年只长得来的那种，在这里想也是呀，听不着还答应的，答应为了听不着了，不想，口袋笼子呢哈，阿大，三老五爱气在，不干。道姑娘，罢了，徐文斌太太也写出来，对你妈妈啊无子，那没这事头的吧？我家是打进来，来说起来，徐文斌这个样子的来嘛，来有的。现在那是董姑娘，来件事头的吧？那么阿爷们马上看500两银子，不来了，这个做主子也拿了呀。你说起来是的不牛的，今天嘛，我非得要来试，而且要来试的有，而且要来500两银子，光的来出来。这种呢，就是啦，把你配在脸上，笑，做大意。
上做奴要听得了地精精啊！大姑娘，亲门来大姑娘真心方面，幸好明白。好东姑娘，哎呦，简直好东，不知熬东来，糊涂，哈哈哈哈哈！大姑娘，我这都要个来么弄不懂。方才我听见阿德在那叫人，说来大姑娘大概个追文兵，到两个的人啊！大姑娘，你大姑娘在那上下午追文兵那都顺利，一个顺利一个下午，龙个天天，到两个的少人光办的一个的，还是在弄不懂这呀？我自家弄不懂这，那么今日你也听不这个，说两三句我不理听听。笑，走哪？咦？大姑娘。这边的呢漂亮，若你觉得来大姑娘的漂亮，你呢过得来口子么留来了哈你。追问别人老太那个毕业，你们呢是给点气话是叫无少气，你那不如自个比得当初费力，我那大姑娘比西施，叫西施费力相依，定要无少气，还是那老太那个毕业，根本那还伟大的你结果了是，还不是无少气，还不是少药气，他变成一道做烧了馍。那么原来呢哈你
可是啊，追问比门内交班所七七来一看答应吕的屋里，你那股教所是高改，跟那叫教上高义。跟那一看答应吕的屋里，来福想想，来是年纪轻轻懂姑娘，追问兵是年纪轻轻写猴子，怎么的？懂姑娘都写猴子吕的屋里，来到深洞屋里想，不应该。哦哟，追问兵一听嘛，吕洞说出来的，不合什么不能啊，非得要是有人，而且人越斗越嗨，一同来听呢，有着。啊，周大人，我家一人的，玉少等衙人，那。其实像阿哥市面上做生意，阿三做娘高，在俺的屋里向上的一高头看门。哎，还是追问兵我过头，每头一个人高才出光，一样的种海机会，然后做主噻，反复让个女。小姑娘，当时就来到追问兵两高头咯。那么两高头你来过，按照你高低少行我呢？却都哎呦，一定没提个咯！你阿玲个高粱上多听听洋话来提一提啊！哦哟，对着那做主噻妈妈，你要地上拍的来，从安岗的跟岗上的，一同来就预备啊，周大人。所以呢，终身相托，在毛毛里。是的。哎，周姑娘，来上次追问兵当个在。哎，追问兵个做年纪轻个小伙子啊，良心的哟。原来的人光说的天花乱坠，我当你天上的就跑对的了，等到别走身来，你得为了让想着你脑袋来才忘记他个人。追问别个做年纪轻个小伙子，年纪不轻啊个忘记性个没接头，你非是去年个事体要忘记，那谁讲今天要你了？
我们大里浪吃嘴，吃嘴么讲起，这个媒人了分媒人，王八两银子懂得，想了不两么你了，不得里下去背女，一旦里下么。财忙极光，实在现在嘛会分出来，你来不得里下去背女会分出来去背女。哦哟，不得，我之前被龙子半夜个娘东西随便背不来的，这枪手里戏子居然可在来不让哦。不往东的们不女朋友，一往东的们随女朋友。不对，只三单句两句，总之秋特为不到，晓得不对谁之过里挖发，我对着摸出来查名字了是一滚开，上头一样的，野生啊对个。同叫，哪里好你在同叫，哎呀，这面孔，不对，这面孔上指的哪里在？还是随便兵士官，既然是你想要背的，那做事看出来，样三对，定眼睛到面孔不对，上指的在。原来这个样，随便兵的高牛来哟。平常就头到高牛筋，一到每次那个我估计要到1/3。那么现在一百女每次不到头发光往上头一丝嘛，可是我估计都出来。我告现在一百女嘛2毛边，并叫一天，因此现在跟你讲嘛，跟你讲上次的那里在，至少在看待你都让到户秋，脚，我现在真了高，我来看户秋。家庭是，要对面给黑天嘛，他这个米苏西当了了，或者对的大事业盯那个牛郎下，可是不来看看，就不就啪一带一棒，水也飞出，我这来句，对着水之过里一朵像不像？白带东姑娘个背7个字头，个李大妹中个往里头秋浪向，啪！会2回，真的会2回。那家庭是米苏西当了，对待的对了了，不啪一台么个的球，谁也飞出，现在会2回真的。大概改面一只高个，但改面啪，也是会2回。哪个容不亲自？我这个小手里会弄的清楚，追问比2招才是最好。只是再日一想，哎呀，我把盆子，我们自个现在7块双眼睛，今朝我不用眼睛，说用张纸到3号的门工，我这里个趁追问兵发旁边做一个狼子，哎呀，你老姑。哎呀，不理人出来着我哈，我不这些没写，屋子就吹了来了，我也得用满工的呀。别想，我别想，这当你家子。哎呀，你来过啊！我当然是不是样该，看得出来。你刚刚一早就打进来，我一看了再看出吧，方才个费用我身心。啥把那个家把那心情开心哟，也是呀，你说你跑分第一次，哟，来，500两，是他在500两，对，喂，500两，追人比也再出来的呀，我是单位我弄子出来的，穷心教，这些辰光不压力上，我人家病的了。但是谁也并不来，也写出来的呀。眼睛得起身来，身体这一只手，这俺们谁也已经看不出来。那么呢哈，师傅就想做公文内涵，拉起这个点的。时光不在，我家为难为不相为，这位不轻易的，见我失了
之中略受偏客，哪里去学这位大爷？我与他面不相识，分我他欧不良的人。假如是个先进女子，哪里来欧不良的人在我这里？是我们不是爱来爱出去，是绝出去的。哦哟，真的！你回到中国来，非得牛日搞个哪边做自在说的我街坊孤灯，我为计说。